乡亲好，欢迎收看村民台会，我是王小琪。大家看到两几台片抢油嘅树林哦，佢系推动两个台土山燃气。大家对佢会有乜嘅想象呢？其实透过佢系国军放体嘅碳肉库，南白会变做重口提供出来本两个推进田类做微信从空中嘅回收哦。呢个规划其实已经通过咧，不过当地嘅民众还有环保团体系反对嘅，因为讲了特别嘅生态动物总得高污染破坏咧。到底呢个案呢还有机会做得改变吗？因为等下村民大会就会去到推动嘅试吞期，朝当地嘅乡亲向下开工讨论。开会了！大家咧夏天咧讲到呢度村民台会嘅讨论现场哦。虽然讲今回了推动落台水啊，不过大家关心了环境嘅议题，还系全部呢度现场哦。样片为大家紹介今回咧參加嘅特別裏邊，例如呢紹介看到係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嘅教授吳坤玉吳教授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教授。第二位裏邊呢，呢紹介係台灣生態學會嘅秘書長蔡志豪，蔡秘書長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第三位裏邊呢紹介係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嘅主任連麗玉連主任好。大家好，我是台灣水資源連麗玉，謝謝。歡迎你來，現場你也看到我們台中的鄉親，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歡迎哦。我們講到這個中科這個大肚山園區的開發案，其實環評已經通過，依法呢是可以正式開發了。不過來自於民間或者是環團的一些反對的意見聲浪，並沒有止息哦。是不是在這個環評的過程，或者是針對這個開發案的一些細節，還有一些爭議質疑的地方，並沒有被釐清呢？事實上，我們節目在開講前呢，也鄭重邀請了中科管理局來討論。不過，中科管理局呢，有給我們節目一份這個公文回函啊，這表示說，針對這個開發案所有環評上的質疑問題呢，在環評會上該澄清的已經澄清了，所以呢就婉拒上節目來跟大家面對面啊。不過這樣子的質疑真的有被釐清嗎？還有一些環評上的缺失問題之處，是不是能夠得到真正的答案？而事實上，現在來自於民間跟環團最大的一個反對的意見是，其實呢，這個大肚山的這個園區開發的場址啊，它本身在台中的整個環境來講，就是一個污染上的惡地。在這樣的惡地的這種先天條件之下，還在增加它的污染源，是不是在環境負荷量上已經超載的呢？你先透過兩同新聞分析樣片，好好先來了解一下。到台中科學園區台積電廠房斜對面，圍牆上百個鐵絲網同一條建築物，看得出係軍方園區。雖然已經冇得使用，不過顯明嘅外觀，路過嘅人肯定識得啲係一個園區。其實係國軍冇得使用嘅彈藥庫，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按照同了解53公頃嘅園區，擴建本台積電使用。到到消息傳出嚟嘅時，就受到環保人士嘅反對。其他很多大污染源的排放量已經超高了，可是政府拿不出一個辦法把它減量。照理說是減量的，你再增量，這樣對我們的健康才不會造成危害嘛。可是政府還沒有辦法，只好說好，你要新的工廠或者既有工廠要擴增，你就增量不要超過1/1000的致癌風險就 OK， 只計增量。那這個對我們來講非常不公平。環保團體不滿嘅係，呢個擴建體除了委託中部科學園區、台中園區之外，10公里之內還有台中火力發電廠、台中工業區同鋼鐵廠嚟到高污染源，你下要增加一個高污染嘅半導體產業，對於生活到呢個區域嘅民眾來講，漸見係污染越來越嚴重。半導體，它雖然對國家經濟有些貢獻啦，但是對我們健康的危害、對我們環境的傷害，其實是也蠻大的啦。譬如說，它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所以如果不評估它的這個量，是不是超過環境含容能力，是不是超過我們附近居民的健康可以承受的這個量？環保團體表示，堅決反對產業。係指導縣所在模式當，本台中市嘅空氣污染蠻嚴重。
因为去年台中市 PM2.5 平均浓度係每立方公尺26.8微克，太太高過空氣品質標準嘅15微克。另外，今年3月底，台中市政府宣布成立跨區處空氣污染減量工作小組，市長林佳龍也點名台中火力發電廠、中龍鋼鐵係台中兩大空氣污染排放源，佔整體排放量8成以上。安尼就無難理解，怎麼個環保團體會按反對中科擴建案。大粒嘅污染凍飲從嘅素材，國家而家污染到底係好還係唔好嘅呢？透過從圖片來讓大家說明呢。我們知道中部科學園區有4期嘛，1、2期在台中，3期在后里，4期在二林。那我們現在這個畫面上看到的，這個就是在台中園區的1、2期。總面積呢是466公頃，進駐的廠商有149家。那各位看到這塊粉紅色的呢，就是這次擴建案的預定地，它本來是大肚山的國軍的彈藥庫，已經荒廢很多年的一片綠林啦哈，現在可能要踩平綠林，要來開始做擴建。總面積呢是53公頃多哦。那其中大部分來自38公頃是要提供給台積電來做半導體產業的這個新廠擴廠，那還有一小部分呢是做一些機械產業，好比腳踏車。這樣看起來這面積不算大啊，那進駐開發的廠商的管理能力不算差啊，為什麼大家會擔心它的污染程度會帶來加劇的作用呢？放大了範圍來看，10乘10公里的這個範圍內有哪一些這個要點呢？我們首先看到有中龍鋼鐵廠，還有全世界最大的排碳量也最大的台中火力發電廠。那麼這裡呢是台中港郵輪貨輪來來往往，這邊還有一個台中工業區。那密布在期間呢，還有許多林林總總的工廠哦。這些經過燃油、燃煤所造成的空氣污染，對整個大台中來講，它所這個提供的污染貢獻度超過了一半。甚至更多。我先把這個問題請教我們的秘書長蔡志豪，蔡秘書長哦。事實上，是不是大部分的環團都是針對這個整體環境的污染，是你們關心的一個議題？剛剛主持人有講到說哈，我們在台中的這個大型的污染源，哈，就是台中火力發電廠跟中龍鋼鐵廠。那我們的市長呢，也特別說要這兩家這個污染特別大的工廠呢，進行所謂的自主管理了哈。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台積電呢，叫做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這樣的一個產業。那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的這個環評報告書裡面，他說他們的這用電的二氧化碳排放。那用電的二氧化碳排放呢，就是它，因為我們最近的這個電廠就是台中火力發電廠，它這個用電的二氧化碳排放呢，它排放出了二氧化碳，計算是一年要排放416.2萬這個公噸的，這樣每一年400多萬公噸哦的一個二氧化碳。我們的台中火力發電廠叫號稱是全世界排碳量最大的。那我們的火力發電廠一年排碳多少？一年排碳是3970萬。所以它佔了其中1/10的耗電量啊。我們這一次的一個單一工廠的新廠就要耗損掉台中火力發電廠1/10的用電。如果我們增加了這個新廠，台中火力發電廠必須要增加10% 的一個耗電量，那也等同於增加了10% 的污染。謝謝秘書長。針對秘書長，他講到，其實哦，這個台積電的新廠如果擴廠下去，它跟這個本來就應該要除之而後快的台中火力發電廠，它的聯動的生命關係就更緊密了。那吳老師，我想請教一下，當我們在說當一個高濃度的污染聚成一個聚落，它發揮的影響力，我們常常要做這個健康風險評估啦，哈。這次的環保書通過了嘛，也有做健康那個風險評估。到底這個評估是要評估什麼？是要評估它是不是安全，還是要抓住它會影響環境的重要因素來加以管理？那你的研究看法哦，針對這一次這個中科4期的這個新廠擴廠，它的這個健康風險評估到底做的有沒有缺漏？那目前在台積電，雖然我們沒有看過他的報告書，但是我從他們做的人是誰，我大概就知道他們大概怎麼做。那我想目前是根據環保署在2010年左右公告的環評的風險評估技術規範。那當時公告這個規範的目的是為了護航國光石化，希望國光石化環評趕快通過。風險評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整合當今最好的科學的資訊，來做一個完善的評估，然後給決策者做政策的參考，來維護民眾的健康嘛。所以我們要完整的整合現有的科學的資訊。那在這一份報告，這個技術規劃裡面比較不完整，有一些缺陷。譬如說，大家相信關心的寄存風險，是，那他們只算了
额外风险。那其实有一些项目一定要算寄存风险，要加起来算，额外跟寄存的要一起算，那这样才能够反映真正的风险出来。那有一些当然你算额外风险是可以接受，有一些项目寄存的风险跟额外的风险要加起来算，但是因为做这个技术规划人把这个风险评估的一个基本观念有所误解，所以你说它的这个污染总量，它估的不是总量，是切割开来的，是新增加的量。那在数字上看起来就不危害。对对对。我们当然知道这种高浓度的空气污染哈，它其实是一种无形的杀手。我们知道那个彰化台大城乡的台西村，它因为隔了一条浊水溪跟我们的六轻对望，所以他们的村子叫做癌症村啊，平均每8个人会有1个人罹癌。像这样子的这个问题，还有我们知道我们的中科3期在后里，这个居民罹癌率这个肝癌的比率也异常的这种发生的现象，到底这个空气污染哈，跟这个周边居民的这种罹癌的风险有没有被科学证实是有相关的？就是说像柴油的废气啦 PM2.5，它确实会导致肺癌，这个在国际上应该有科学的证据证明，所以国际卫生组织把 PM2.5柴油的废气当作人的致癌物。那其实，在台电火力发电厂的下风处，在彰化县的3个乡镇，其实几年前我们有整理过，它那个乡镇大概在肺癌的发生率是全台湾的第1名。好，那这个其实台中火力发电厂这边应该好好进行评估，我会建议这样子做。所以事实上，如果真的要通过开发，是不是最基础的这种背景资料应该先做厘清，大家才能够得到一些回应哦？其实呢，中科管理局今天虽然婉拒上节目，不过呢，他有提出回函，做出一些书面上的说明。我们来看看他是针对这个疑虑是怎么说的哦。他针对他说这次的开发计划呢，各项的这个空气污染的管制物质都是可以在控制现在既有环境里面的排放总量所允许的，所以就表示说我没有超标。再来呢，讲到说它可以采用最佳可行的控制技术，表示呢，我不但没超标，我还有控制技术。那接着呢，他又说，不但如此哦，在未来我盖厂运行之后呢，台中市还会进行空污监测，还有总量管制，表示呢，将来我正式开始做以后，台中市政府也会给我相关的监督啊。那年主任，其实你在跟地方的民间在参与这次环评的过程里面啊，哈。有没有发现，像我们刚刚吴老师提点到的这些跟居民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包括空污总量管制也好了，或者是实际它的这个风险评估也好，有很多的细节是在这次环评说明会上没有被看到的。水资源保育联盟也是去调了很多国内外的这些论文，我们调了几10篇的这个 article， 特别拿出来给环评委员看，结果他在第一次也不给我回答。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去强调说，这里有9种的重金属。这9种重金属呢，我们还拿美国的国民健康的那个对照组，然后呢，将它这个是把中科的这个北区跟南区，它把它做2个对照，结果在他们的这些里面尿液里面的浓度呢，就是有这么多的重金属的浓度的含量。所以我们提出的这几10篇的这个报告里面呢，我们跟他们讲，结果他们也不给我回答。到我第2次的时候，我还特别去强调说，我们那几篇论文你为什么都不回答？他也是没有，我还特别告诉那个署长。年主任，你的言下之意说，在整个环评的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的这个环境卫生的数值是你们主动提出来要求要检查的。对，开发单位是没有自己准备资料的。他就是我们喊出健康风险评估的时候，他才开始准备一些让人家看不懂的资料。他的迷糊仗打着，让我们一遍一遍的在那个健康风险的这些数据呢，跟他丢出来。那现在环评可是通过了耶。没有错，但是他还有很多都没有回答我们。是，这边民间的团体就已经讲到，其实环评虽然已经通过，可事实上还有很多的细节问题并没有得到答案啊。我现在开放现场，当然我们的台中市政府呢，其实是相当欢迎这一次投资金额有5000亿的这个大的开发案啊哈。他也在媒体上说呢，事实上跟地方的我们的很多环团跟民间都有做好充分的沟通，有得到很好的这个协调，是这样子的吗？民间的意见是怎么样？做好
很好的沟通，就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没有。医生，你的口罩可以拿下来吗？感冒。因为台湾的空气不好，那台中的空气不好，所以我想我一定要戴口罩。不想再呼吸这里的空气了。对，因为你如果知道的越多，你就知道台中的空气是不好的。是。所以我一定要戴口罩。对不起。是。好，那市长说了，去跟民环团有得到很好的共识，也取得妥协，是这样吗？至少就我个人而言，还有我杨哲明博士，我们2个人，我们是大概应该可以代表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至少我个人，大概我没有接受台中市，是台湾3大盆地之一。那台中盆地应该是前2大，全台湾前2大。那空气污染在盆地的地方是扩散不易，所以我说台中市是先天不良。先天不良。那我们看我们刚刚看的，PM2.5，它是接近27左右。那我们台湾的标准是15，美国是12，所以我们就台湾的标准也是接近你超过1倍，早就没有达标了。但是林佳龙跟卫国院，还宣布台中是2级空品区。还有这空间可以容纳空污。我们先谢谢叶医生，接着会继续请教。阿啾，我问一下，刚刚医生说了，我们台中的一些环境的条件是先天不良。那中科管理局说起来也是我们科技部，也是属于国家单位啊，有在做很良善的管理，或者是有很完善的法令的措施在限制，你觉得有吗？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垃圾场，有焚化炉，这个都是一个邻避设施啊。可是，在我们国内已经把科学园区美化的太美丽了，都认为都很好了。可是我们来看中科的1期、2期啊，它每天制造的整个污水量是差不多30公吨到70公吨这么大的污水量。10年前中科1期、2期的时候很荒唐的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他竟然花了超过50亿做了一个25公里的专用的排放管。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科技部、我们的中科号称对污水的整个处理能力能够到一个世界级的水准的话，为什么花了50亿去做25公里的排放管？据我们民间的调查，其实每逢的假日，中科都会偷排废水到我们大肚区。这一部分其实我们要求中科是不是能够把资讯透明，是不是能够增加它的整个自动监测的设施？这部分的资料应该要公开，而且他们应该要公开现在我们的污水处理厂的妥善率如何。这部分因为长期的资讯不透明的结果，让我们误解以为科学园区都做得很好。是，好，先谢谢阿啾。我问题先请教我秘书长。其实陈和刚刚乡亲们有讲到中科在本身的管理上，大家疑义都已经存在了。现在在疑义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就要增加新厂。那我们讲这是大环境，可能就已经有一些负担的这个压力存在了。还不要讲这个台积电这个半导体产业的龙头。其实我们讲到半导体产业，当然是高耗能、高耗电、高耗水啦除了他刚刚讲的废水的排放，是不是它这有害事业废弃物的产出量，据说也是占了这整个园区的上限的3%这个量是不是他自己个体的厂，这也是很惊人的呢？这一个单一的工厂居然没有进行所谓的2阶环评，这是刚刚讲说整个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如果台中火力发电厂的空污，它依照庄秉杰老师的研究，因为这是可以计算出来，它整个减损了2300万人15.1天的一个寿命。那我们台积电单一间工厂它就要占去台中火力发电厂1/10的污染的时候，这个新厂等于是要减损我们2300万人1.51天的这个寿命。这是空污的部分，那其他有污染吗？你看，所以你看这个是空污的部分。一个单一的工厂，我们看到2004年的中科1期、2期的整个环评，他们的有害事业废弃物的上限是142公吨每天。结果没有想到台积电这个新的工厂，它一天的这个有害事业废弃物是51.8，它整个占据了整个一个新增的一家工厂是整个园区的36.5% 的一个污染量。所以这个新的一个工厂，它的污染量那么大的情况之下，居然
没有进行一个好的一个这个环评，居然就是用护航的方式这样让它过。就是其实还蛮快的就通过了哈。照秘书长提供的资料，好像显然不是台积电或者是中科他们自己讲的，他们的污染度是控制的很小。我再请教我们，其实秀传医院的副院长也有来到现场哈。副院长，我请教一下，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现在大台中的这个污染环境要先求减量啊哈，污染减量以后再来谈是不是有可能增加。那这个是不是需要腾笼换鸟一下？对对对，我是觉得总量管制是很重要的哈。就像你喝酒，对不对？我们现在喝酒都有总量管制嘛。你不能说你再喝一小杯就好了，对不对？可能一小杯你就醉了，对不对？不要再多吃一点点，可能就死掉了。所以一定要总量管制，而不是说再多一点点哦就没关系。不是那多那一点点，是整体要一起看。整体要控制，而且我们政府根本没有在减量。没有在减量。我举例来讲。你知道我们的 BRT 是柴油车啊？是。那政府都买柴油车来污染我们。刚刚吴老师说柴油车很可怕耶，它的废弃物。然后我们的火力发电厂，台中火力发电厂，今年的平行测试的结果是没有比去年差。就运转效能很好。没有比去年差。哦。也就是说，他们不求进步啊，只要没有比去年差就好了。是。还有我们中龙那边的资料现在都不透明，调不到资料嘛，对不对？所以各厂的污染，所以根本没有在管理，没有做好自我管理的情况之下，再加新厂，你们是不信任的。应该是退2进1嘛，对不对？是。我们现在是不退进1。好。那你想这样合理吗？应该是要淘汰那些不好的。还有火力发电厂应该改做烧瓦斯的，对不对？现在都烧煤嘛。那这样的话，我们当然环境越来越不好。那PM2.5的话是一级致癌物，这个是国际卫生组织已经确认的东西，而且它里面的东西，包括重金属，包括戴奥辛，这个它会跑到我们的人体里面，它不只对肺部而已，不只对肺癌，其他的癌症所有这些毒物都会有关联吗？都有关系，所以我们低估了，是因为它跑到全身去嘛，所以所有的癌症都有关系，包括我们心脏病，还有一些其他的肺部疾病。所有的疾病都有关系，因为戴奥辛大家知道重金属，这个对我们全身都有关系的。是，谢谢副院长的说明哈。副院长提到了这个 PM2.5啊，这一级的致癌物质，最近有很多的环境纪录片都特别深度的讨论到这 PM2.5。那就我们台中现在的这个污染贡献度来讲，这 PM2.5的情形在台中又是怎么样？现在大家都非常聚焦关心的 PM2.5哈，它又叫做细悬浮水纤夫米粒啦，安尼哈嘎法讲水煞粉呐哈，它不是一颗小小的米粒，它是一个混合物，而混合就会增加它的毒性哦。它非常的小，直径呢只有头发的那个发根哦的1/28，肉眼是看不到的。那呢，它就像刚刚我们副院长讲，它像一个载体，它会吸附了重金属还有有毒的微生物，透过人类的呼吸系统进到我们的身体的各个组织，而产生各种的病变哦。PM2.5 每增加10微克每立方公尺，人的寿命就会减少7到8个月哦。因为呢，我们以成人每天呼吸是25000次的这个频率来看哦，那你每呼的一口气，它都存在。那日积月累，天长地久以后，就会致死，造成很多的这种病变啦，包括肺癌死亡率会增加8%，也会增加各种的疾病风险。现在台湾管制标准，我们就来看到年均值好了，一年的它的这个限量哦，是15微克以下才算是安全。那我们看到的是台中市呢，在去年的年平均值是27.0微克，显然比标准的年均值超标了将近2倍哦。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哦，这 PM2.5 的浓度，全台湾在去年的平均值是29.7啊，所以说起来我们台中市的这个浓度说浓也不算浓，大家一样这么超标，所以台中市政府又讲说，我们台中的空气污染还算是可以容忍的范围。连主任这样子的说法，你们接受吗？2011年哦，台中市的男性。他从1979，他原本是10万个人，有20到30个人是得到支气管啊、肺啦这些的，都是呼吸系统的毛病。对，但是呢，到了2011年，就每10万个人呢，就有40或者是50个人得病率提高了。那同样的，我们用一个台北市的来讲，台北市的他在1979年到现在，它事实上2个城市人口是差不多，但是呢，他们台北市
以台北市来讲，它都是维持在30左右，它没有再提高。那为什么我们台中市变成是一个 PM2.5，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不是 PM2.5 造成的，这些脏空气造成的，为什么台中市的这些男性得到这些跟心肺有关的疾病这么高？那本来我们台中市叫做文化城市，是，结果现在呢，他们都向那些工业在看齐，我们已经变成在混杂着居民居住跟这个工业全部把我们包围住了。那我就要请教在地生根的住民或者是外来的新移民哈，我看到这边有一个住民代表。这个 PM2.5啊，这个空气里面的这个浓度，对你们平常日常生活在期间，有没有一些什么明显的案例是让你们感触特别强的呢？乌日，你就知道台中快到了，因为天空全部就是灰的了。灰的。那而且呢，即使有阳光，它还是灰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都以为说散步是对我们最好的运动，结果大家都暴露在危险当中。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等于说每天我们的呼吸，连我们的自由跟安全都是没有保障的。如果说中科1、2期这个扩建案，它本身在前提上、选址上，就是让人担心的。而且最主要的呢，我们的资讯本身并不清楚，所以我们民众最担心的就是说，我的生活是什么？平常陪爸爸去散步是最好的一件事，现在是最危险的一件事的话，那该怎么办呢？中科1、2期的扩建案，它是新建而不是扩厂，那它本身有很多的疑虑都还没有解决，前提本身都有问题的话，程序也有问题的话，那民众健康被放在后面的话，那这样子对我们民众来讲，就像昨天刚刚我住的地方刚刚发生北屯的这个对公安意外，它就是轻率加上误判，所以错误的资讯没有办法为我们带来健康的一个照顾，这是我们居民最担心的事情。谢谢你哦，谢谢老师提出来一个提问哦，他发觉到天空蒙蒙的。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蓝天？可是空气的污染有时候是一种无形的杀手。我问题请教一下我们公卫专家吴老师哦，到底这个 PM2.5 人类有没有适应的能力？那大家讲说，反正空气都散布在周遭，我把小孩子小小的都推出去室外，让他去呼吸够了这个 PM2.5，让他去适应，将来就没有问题，这是成立的吗？看这个标准，就是说我们不要让这个标准被他蒙骗了。目前年浓度的平均是27骗了。其实，因为我们台湾有一个季节，就是春天到秋天那个季节浓度很低，但是呢，到秋末到春的这个时候，浓度实际上是高的。那个地方造成的呼吸道的疾病、心血管的疾病会更严重。所以在台湾不能只看这个平均值啦，我们要去看说，在那个高的季节里面，浓度可能都是超过我们的标准的。那这个时候心血管的疾病跟呼吸道的疾病可能会更严重。所以老师，你是说某一些季节、某一些区域，它的浓度可能到50、70吗？对，这边可能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把它平均了嘛，就高的跟低的都平均了。但是因为心血管疾病跟像气喘这个都是时间很短，你暴露一下子马上就会可能会有气喘的。那这个要看那个短期的浓度，不能看年平均的浓度。谢谢老师专业的关键提醒哦。原来这种浓度对人的杀伤力哦，虽然看不见，可是它存在哦。不知道那些彰化大城乡那些台西村所谓癌症村的村民，他们在死前知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他的身体健康改变了，让他们村内的生态环境改变了？不过问题我们回归讨论一个聚焦哦，就是说如果为了开发，这个污染是避免不了的。位置，这个污染的位置是不是可以决定这个污染的强度大或者是小呢？有学者研究了哈，如果像以台中这样盆地地形，它的排放量还有它的风向，如果这个地方的污染没有减量的话，它的 PM2.5 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选址得当不得当，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焦点哦。这边我们也请到化学博士杨博士，你好哦，博士，这个污染如果真的不可避免，我们台湾地小人稠，它存在的位置跟周遭的这些空气动态，是不是也是决定到关键？你有什么建议呢？庄秉杰教授最近也推出很多他的理念他的建议，他就说我们逐年要把这样燃煤发电的这样的机组，把它先改成天然气发电。当然他也讲过就是最好慢慢的把如果真的要发电，第一个可能是往南移，那第二个台积电有很多优秀的，台湾大概最优秀的。那些工程师那甚至张忠谋夫他也可以邀请世界的专家来告诉我们
怎么样做利用再生能源，或是这样的能够不会污染我们彰化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电厂。是，谢谢博士。其实从产业的模式，用这个过去传统投资来拉动这个发展，我们是不是好好想想，到底要用什么来带动发展哦？在地的住民，我也想请教一下哈，对这个空气污染，你们实际的感受，也可以告诉我们大家吗？我们的社会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么样子的这个程度了，那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有关的那一些企业，对，是不是能够有担当一点？可不可以为这一些不应该产生的负面的东西能够有所解决呢？不要让我们小小的市民这么样子的恐惧跟无助，真的很怀念蓝天白云的时刻。谢谢，谢谢杨老师。我们教环境的老师教授哈，我也请教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开发案虽然通过，但是存在在民间仍然有这么大的争议。有一个部分就是在它的选址的适当性得到很大的疑虑，你是不是？第一个哈，它是一个上风处，上风处，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我们东北季风在大肚山是嘛，是吹到整个台中盆地的，所以我们静宜大水呢，好，只要是你东北季风一来，我们那边是等在刮台风。好，刮台风的情况，对，如果说你这边的一个增量一增加，在台中市嘛，这个增加，这第一个重要，第二个，一个就是我们已经整个污染已经高到了嘛，高到在什么，叫做压垮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芦苇的，你这个台积电一加上去的嘛，就是压垮骆驼背上的芦苇。第三个，它的制程里面有非常多我们不知道的化学物品，过去100多年来我们就知道。这些化学物品在地球上没有，只要一增加下去，绝对会对我们的整个地球、整个我们的身体的运转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所谓的 PM2.5，它可怕的不是只有 PM2.5本身，是它携带的所有这些化学的物质啊，它加进去了。老师，你觉得我们企业没有控制的能力吗？我觉得他们是说有，但是就我们的实务上，从过去100多年的例子里面，我们人类虽然号称理性，但嘛，这是最容易犯错的。只要一犯错，就像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嘛台中市的嘛这个公安问题一样，那这些什么都不是我们的社会可以承担得了。负担得起的成本，真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个月来，我们台中市的气温已经窜升为全台湾最高的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好的。我们谢谢杨老师，每个在座现场都有这么多的质疑，提出来一条又一条。可是为什么环评通过了这个开发案可以正式开发呢？你先协管下，杨批股准备继续讨论，到底激用要做得快翻咯。准到出面台北嘅讨论现场了，基本系累到推动为讨论一个重扩时期为孔冲要扩厂的这个计划案，已经环评通过了哈，可以开始做了。不过地方民间的这个反对的声浪不断哦。其实我们讲到台积电机优厂商哦，它是全球3大营收的前3名的排行榜哦，是半导体产业的龙头。这一次的这个投资案呢，也是台湾近5年来金额最大的一个投资案，有5000亿哦。它强调的就可以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那不过呢，这个环评案呢，在经历过14个月，它很特别的一个历程呢，是4进4出啊，4次的初审会议，4次的大会，在这样不断的一再补件的情况之下通过的哦。那针对环团所提出的10多项的质疑，那刚刚经过上半场的讨论，我们也明确的发现，大家的质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答案。到底在这个环评过程中出了哪条问题？你先来看那个分析样片。中科管理局投考建案通过环评了后，依法1个月之内举行说明会。不过场外环保团体演出行动剧表态不满，因为中科管理局拖忙布设空气污染、空气影响来的资料，就进行环评说明会。同时，环保团体同国家组之前也建议环评大会应该厘清空气风险评估的流程、范围同结果，拢没做好。在这次的评估里面，就是他们提出的这些资料呢，常常就是说，不是很充分，然后环评委员并没有详细的审查，就让他送到大会要通过。然后我们在大会就提出说，
其实健康风险评估并没有依照健康风险的评估规范来评估既有的风险啊，然后他们才开始又补充资料说我们会有去再收集一些像这个他们当地的疾病的那个发生率跟死亡率。整本环保团体准备接手嘅係環評過程，必須要了解檢驗項目，有當多攏係環保團體主動提出，等於講環評係批通嘅方式，安尼就有符合嘅協議。增量的健康風險評估的部分，他們也是就是說在這個清單裡面隨便列說某一項物質檢測不到，煙道檢測不到，所以就沒有評估，或者是它的沒有相關的毒理資料就沒有納入評估，找不到 LD50 的資料，結果呢，我們環保團體就去找，有找到 LD50 的資料，為什麼你找不到，我找得到？凊彩無中藥嘅環評，影響嘅係規界環境，相關單位應該要嚴調把關嘅積極態度，為民眾生活空間來想，希望本企業賺錢，犧牲嘅係民眾嘅空間同自然環境。安泰嘅挑戰案然後中國管理局也清楚地為所為分享推起田類推動市政府對佢們分享嘅態度。不過我們想到的是說，如果一個企業賺大錢，對我們的在地居民又不會有害處，那為什麼大家要反對呢？那針對環團還有民間對於這個整個環評的過程產生極度的不信任感的原因是來自於哪裡？我們先來看一下說，中科管理局其實針對這個環評，他們已經正式通過，有提出這方面的回應也算是給我們在場的這個鄉親做一個意見上的交代。我們看他怎麼說他說本局呢已經經過環保署公告的這個健康風險評估的這個技術規範是沒有問題，它是照法規定來辦事。但是是不是像吳老師講的，這個法的源頭，這個規範的源頭可能就是不完整、不確實的，那產生出來的結果會是值得期待的正確結果嗎？那再來呢，我們看到說他還回應到說民眾大家鄉親所關切的這一切開發檢測的相關的時間、地點、執行單位等等資料，我就不再多說了。我已經在這個環評會議上做了詳實的說明，得到了釐清。我問題請教秘書長，得到釐清了嗎？這個是剛剛主持人講的那個幾次的那個延續會議，它所產生的這些問題。然後在最後一次的這個會議裡面呢，特別提到的是有關於就是煙道裡面的 P304的跟這個 GC 以及 MS 它圖譜有造假。那其實，在最後那一次呢，我們所有環保團體是不願意離場，是希望他們能夠把這些釐清，要講清楚，就是一級的致癌物，在這個圖譜裡面是一級致癌物，但是卻是用非致癌物來頂替。那這樣的一個已經涉嫌這個造假的狀況呢，其實我們就覺得說，在整個環評的程序上面，都是有問題的。那這些東西都還沒有釐清之下呢，居然就通過了這樣的環評，那這是非常大的一個爭議。我們發現其實大家對這個環評的過程充滿着，對它瑕疵過程充滿着疑慮。可是現在明擺在眼前的事實是，這個開發已經通過了環評，確定可以正式開發了。那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之下，有可能改變嗎？民間或環團的質疑，有這種質疑的力量，有可能被聽見而轉變嗎？在今年的2月6號。4次初審，4次環評大會，總算環評通過。3月3號，環保署公告確定這個案子已經成立了，可以正式開發了。那3月20號的時候，他就依規定，在確定公告之後，中科舉辦了開發前的說明會。那趕在這個時候，因為有意見一定要表達，希望可以把這個開發案撤銷，所以環團就提出了行政訴願。那接着呢，4月3號，按照法律的規定，開發單位也就是中科管理局，在公告之後的1個月內就可以做動工，比如說一些公共建設基本上的整地啊，公共建設的一些施作，它就會開始做。那現在搶在這個時間點，如果要讓這個不適當的開發案有所翻轉改變的話，就要看這個行政訴願它的裁決效果是怎麼樣。我們有2個可能的狀況，一個是勝訴，那麼這個開發工程就依規定必須暫停，你至少得等到重啟環評，或者是因為它太不合理、太危害了環境的生活，就直接撤銷開發案。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行政訴願敗訴，那這個開發案還是通過，還是可以繼續做的。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柯律師，在地方下民間的聲音就反對的聲浪之下這行政訴願現在已經打出去了。那既然要提行政訴願，是希望最高的行政機關能夠針對這個開發案再重新給予裁決你們提出的有力的證據，或者是你們反對的一個強項是什麼？是，首先就是針對程序的部分，在最後一次的就是第4次的大會的審查
如同我刚刚讲的，它其实是在这个过年前，那我想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台积电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不管是在媒体上，或者是在市政府那边，也说出了许许多多的诱因，要大家民众来支持这个案子。所以那一次是用闭门会议，把这些环保团体都把它赶出去的情况之下，算是密室协商的方式通过的。那这个部分在程序上就第一个瑕疵。律师，这语法不合吗？是这个部分，其实在很多次的像美丽湾案件都有提出来质疑。目前来讲的话啦，美丽湾最后那一次，就是他第3次重启环评的那一次，在法院的判决里面也有认定到这一点，认为是有瑕疵的。是原来有瑕疵，要检讨的。是。那第2个部分就是针对这些环评委员的部分哦。其实环评委员我们历次都有提出许许多多的佐证资料，而且都是国内重要的文献，甚至于也是一些国科会计划所提出来的资料。那他们完全都没有审酌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认为有很多是隐匿的。是。那环评委员本身哦，这些教授、这些专家学者，其实他们可能都是领有这个科技部，也就是前身是国科会的这些补助以及专案计划。那我们极度怀疑他这个部分是有利益回避的问题，会有所侧走，不能好好去审。诉愿哦，一般来讲，诉愿期间是2个月。但是呢，我们的国家又让行政机关可以再延长诉愿2个月，所以就是这4个月的时间是他们诉愿，他们可以慢慢去拖时间然后让这个让厂商动工啊，赶紧施工的这个风险范围。但4个月期满是我们可以提行政诉讼的时间。是非常谢谢柯律师专业而清楚的说明哦。那现在这个已经通过的这个开发案，好像箭在弦上，准备可以射出去了，但是还有这么多未解决的质疑、环境的压力，还有民间来自于环团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没有得到解决之前，真的在民主的台湾社会是可以强行通过的吗？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想，这一块树地在这个台中人口密集也产业高度发展的地区，这个大肚山过去的这个国军弹药库的这片绿林森林地，它到底可以怎么做，才是对我们未来，不只是现在哈，我们放眼50年的未来，或者是100年的未来，它对我们人类的永续，对我们台湾人生活的永续是有正面帮助的。你过来看了解新闻分析，你看其实你做得用得上咯。要森林，撤销环评，撤销环评。我要森林，我要森林，撤销环评，撤销环评。环保团体天平双北环保处针对中科台中延期扩厂案提出撤销环评的行政诉愿。如果说中科扩厂这件事情，要让它做下去的话，我想台中的孩子真的很难看到蓝天。环保署他自己的一个诉求目标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但是中部的污染已经这么严重了，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希望环保署能够撤销这次中科扩厂的环评，然后呢，这样子，然后再积极的去对既有的污染源去做消减。对于天顶向下摆款200个开发地点，53公顷嘅区域，差唔多拢係森林。到台中可延期選項，實際要緩衝空氣污染嘅效果。無奈何環評已經通過，依法中科管理局將實際進行開發，所以環保團體希望透過行政訴願嘅嘗試，本開發案實際好好個評估。想要開發要怎麼做，完全是人家開發單位說的算。那你們環保署算什麼東西？如果不算什麼東西的話，趕快門關起來啊！然後呢，環境影響評估這個程序是用來針對開發行為當中，到底有沒有健康風險，有沒有環境風險，做整體性的評估。所以它必須要一個多元專業的組織去組成，然後整個程序必須要公正、公平、公開。這一點，我想環保署你一定會知道，為什麼？因為你們的環境正義的教科書是我寫的。雖然行政訴願也要進行一段時間，不過你係本開發案有機會停止個評估嘅方式。環保團體積極抗爭，就會希望長久內地土地，我本內地森林因為利益來撤銷。真的，这个用投资来拉动工业，工业来拉动地方生产的这种传统模式，还是我们唯一只能遵循的这个规范吗？是不是可以借着今天论坛的场合，大家也可以好好来思考一下？我也把时间开放给我们在地的乡亲，也能够把意见提出来。我看到这位穿红色衣服的大哥，我们看到目前的弹药库的位置在这里，它的西侧刚好就是台中市现在
整个市民很重要的休闲的一个场地——台中都会公园。而根据我们在这个弹药库以及周遭都做了一个调查，弹药库里面目前就有很珍贵稀有，全台湾岛上还不到1000株的果花椒。果花椒。对，那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天料木的植株，甚至于在弹药库里面以及这周遭都曾经有过石虎出没的一个情况。生态很丰富。是啊，很丰富。自然环境也很好啊，维持得很好。对，就是像弹药库这边呐，然后都会公园这个周遭都是生态很丰富的地方。它原本就提供这些自然生命有一个良好的栖地，而且营造一个好的生活品质，让下风处的这些居民温度可以降低一些，然后也可以去那边走一走、散心。所以它对树林里面的动物不止好，其实它对周遭的整体环境是可以联动的。对大自然好。对于这一块台中还算罕见的这一块绿林地你们的想象是什么？我看到这位小姐，你好。中科5期最大的问题，除了空气，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水的这个部分，他们是去找农田水利会要水，因为我们台中市的水源根本不足。中科5期在南投是不是中科就是我们这大肚山，对大肚山的这个，当地称它是5期的，不过中科说那个不叫5期，那只是新扩厂，所以那个环评规格某 Q 容啦，他是这么说。OK， 他是告诉我说那你们水源不足的这个部分你们怎么去处理？他说那就是跟农田水利会，所以台中市的农田水利会基本上面已经出卖掉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乡亲也有一样的意见要补充的呢？也可以把握这个机会把它说出来。我先请教老师。是的哈，其实我在环评会议里面已经公开对那个台积电的全体，包括张忠谋夫妇哈，其实他们可以帮助台湾做很多事情，如果他们有决心，有这个意愿，不只是帮助台中、彰化、南投，我想他也可以帮助在这边工作的很多员工，让他们家庭能够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那比如说台积电，当里面那么多优秀的一流的工程师哈，我相信他们如果努力去帮助台中这个地方，帮助台湾，找出一个能够减少我们这边污染的方法啊。那集货这些都不够，我想台积电跟张忠谋博士，他一定能够请到世界上一流的哈，绝对不是我们经济部能源局的哈，能够来这边。为这个地方思考该怎么做。我请教一下秘书长，其实从有环评法设立到现在，1000多件的这个环评案里面，其实真正无争议、直接通过的这种环评开发案，真的是相对少数啦。大部分还是有条件通过，要一再补件的。所以其实就现在这个中科4期的新厂扩建案来讲，它所谓的一再补件、初审审了又审，在大会审了又审，好像也是过去我们的一种通则啦。所以其实也不奇怪。你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是在针对这个环评部分可以再做说明？它其实这个园区的现在目前的开发，它并不在1期、2期的范围内。所谓的扩厂，就比如说以6轻的石化工业区，它是在已开发区里面，它的工厂还没盖完，叫做扩厂。好，但是你在这个所谓的开发区之外，那个叫做新设的工业区。所以这个新设的工业区是要经过政策环评的。好，所以他们是在钻漏洞，他们说他们是扩厂，不是新设的工业区。那以我们刚刚讲的污染量及耗电量来讲的话，它都是等同比一个工业区的规模还要大。那它以这么大的一个污染的状况呢，在这一次的3月份，《天下》杂志它也特别揭露了包括了台积电，它委托了新营跟所谓清净国际的这些环保公司，他们的这些有害的事业废弃物是直接放哪里？放到没有办法处理的，就丢到河川、丢到农田里面。然后这里面《天下》杂志也揭露说，这个是长达13年来这个科学园区跟整个厂商对我们整个台湾的一个重大的骗局。我们看一下，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国科会或中科管理局讲说这个叫做弹药库已开发区，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已开发区，都是树不算开发吧？这个地方已经恢复成森林了，这个地方是森林，这个地方不是政府跟台积电讲的，这个地方是已经被开发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的确是一个森林的架构，而且呢，它紧邻的都会公园，这个是都会公园，它整个下面全部是茂密的森林。我这边呼吁我们台中的朋友，如果台北人他可以为了一个湿地挺身而出的时候，我们又保有多少的绿地，我们应该要为这一片森林默默守护这块土地的森林，我们应该要站出来。谢谢蔡秘书长。这个
开发案已经通过了哈，我们刚刚一再都提到，它其实依法在这个月内就可以正式的动工了哈。不过我们刚刚相信也提到，今天虽然天气湿湿的下着雨，可是我们的医生口罩戴到现在，从开场到现在都没有拿下来啊。我们呼吸着可能没有感觉，我们对抗的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可是总有一天身体会告诉我们。看到我这个手上，这是环保团体提供的资料。我们今天一再讨论的这个开发的场址，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空拍图所照到这个鱼眼，看到哈。一大片已经是开始茂木成林的这个绿地，我请教我们最后这个我们的吴老师，其实这一块地哦，在我们台中这个开发稠密的地区来讲，已经是相对难得的绿地。我们住在这块宝岛的土地上的人哈，对这一块土地的想象，跟我们周边这么几百万的人一起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土地的使用，你会觉得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想象，对我们的永续才是真正的一个契机？我想哈，台积电是一个在国际上是一个商誉非常好的科技厂商，它投资这么大，应该加上在整个这个环评中有推荐4次嘛，你看投资5000亿，那个利息要负担多少？他只要拿出一部分的利息来好好来做评估，好，然后来给市政府来改善这一些环境我想这个应该有机会达到3赢的局面，但是很可惜这个到底是综合管理局还是谁，怎么把它变成好像有3输的局面我就觉得好可惜。这些其实对台积电来讲，它那个只是它的投资的一个零头而已。为什么不好好去做评估啦？对环境做完整的调查，然后再来选址，再来扩厂等等这些工作，为什么不事先准备好呢？好，那目前弄成这样子，好像有点陷入3输的局面。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好，那我也觉得科技那个综合管理局应该是属于科技部的一部分，那的附属的一个下属单位，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整合现有的科技，或是怎么为了扩建的这个效率，然后弄得这样子？我想政府可能是不是为了经济提升经济然后都是下这种猛药，然后在很短期的，我觉得对台湾的环境，对台湾的，尤其对台中的居民，我想会让居民上非常担忧。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好的做法。如果本质上可以3赢，谁希望3输我最后再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还有举手的乡亲朋友要发言。按照先生告诉当清楚的老书记就安尼讲PM2.5 对人的健康有当严重的危害。安尼中科管理局伊讲叫我持续监测空污的总量管制，做嘛按多年你台中的空气的品质一年比一年较差。总唔好安样系啊，附近的村民甲学生的健康，气管方面，个不平衡的越来越多。台中你在哪位呢？南屯。南屯哦。所以呢，也就表示讲，也 PM2.5，台中的空气品质，就像老北京差唔多，台北差唔多。就算根本系落水天，不过那个空气可能对一啲身体还系有影响的所以我要呼吁林市长，破坏容易建设难。破坏容易建设难一样的啦，佢要来 BRT 优化，我要希望佢落台中市的空气品质要做得优化，希望本安尼台中市民有一个当好的生活的空间。好，非常感谢那个村民提出了个意见，你还敢乡亲还有其他乡亲朋友要发言我们那个穿水蓝色的小姐，你好。那我去参加环评大会发现一个让人家很愤怒也很无力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审查任何开发案，我们发现我们这些真正关心台湾这边土地的人，我们面对的以前我们会讲说官商勾结，可是当我们坐在环评会上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产官学3方勾结，就是你会看到开发单位、政府、开发单位跟厂商、跟那些环评委员，就是一些学者，他们一直在想办法掩护那个非常不合理的环评书，即使你挑出里面非常多不合理的地方，他们还是尽其可能的掩护，根本就是在护航。
所以我们是1打3，你会觉得非常愤怒、非常无力。那即使我们在会上一再呼吁环评委员要秉持良知跟秉持专业，可是我们的呼吁，到最后好像都被当成空气，甚至，你会看到开发单位他们在有恐无视的情况下，当环评委员讲什么话的时候，他们会赶快做笔记。可是我们讲什么的时候，他们还在那边交头接耳。你观察那么仔细啊？对，就是完全把我们当空气。这是环评会，我们政府的环评会给我们在地乡亲的直接感受。那位发言的乡亲，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投埔里的乡亲哦。埔里。那其实我会来参加，其实也是因为埔里最近也是这个全台湾 PM2.5 非常严重的一个灾区。那可是埔里又没有一个污染的工业或者是一个污染源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无辜，然后就变成一个空污的灾区。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其实这个开发案不止影响到台中地区，那甚至像刚刚也有彰化来的朋友，都是联动的哦。对，没有错。那因为我们埔里它其实是属于3个盆地里头的其中一个，所以这个脏空气来到我们埔里的上空的时候，其实就卡在那边就出不去了。所以我们也要提出我们的反对这个开发案。是，好，谢谢你，这位先生。还有没有其他乡亲朋友发言？好，这位举手的小姐。我们的经济发展要到一个程度，是我们为了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是一种奢望。我想要请问大家，我希望我们的政府也能够听到我们的心声。那样子的时代不叫贫穷，那什么叫贫穷呢？是，谢谢你。我刚刚看到还有那位小姐要发言。因为这个案子在开发，就是环评的那一天，刚好是我们神冈的那个丰州工业园区是同一天。那我们那个案子比较小，然后我们提出来只以丰州工业园区进入2阶环评。那我想要问一下说，这个案子比较大，比较复杂，为什么不用进2阶环评？我就想不通。很简单的1阶就过去了，这样。对，我想不通，是不是因为它的投资金额比较大，所以考虑的就是这个点，所以护航的人就多。谢谢你的意见，我们听到了。这个案子呢，到底最后会不会真的开发成功？虽然它现在依法有据，不过我们现在等着的就是由环团民间这边提出的行政诉愿，可以在这个环节上真正有机会先暂停施工，重启2阶环评。针对我们今天整理了那么多乡亲所提出来、表达出来的这些质疑跟争议，能够有所澄清哦。你係基本也出面台會，非常感謝大家收看，你才會。谢谢大家，谢谢。